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经典回眸国庆特别节目。金秋10月，凉风送爽，11长假是一个出游的好季节。相信不少朋友也已经趁着这几天的休息日，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吧。不过，在饱览自然美景同时，也不要忘记回到电视机前，领略一番戏剧舞台上的亮丽风景。接着昨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经典回眸国庆特别节目将为您播放的是东方红韵94粤剧精英大汇演的下半部分，星光璀璨，流派纷呈，更加精彩的节目正在等候着您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欣赏吧。我们这次东方红韵粤剧精英汇演呢，是得到了粤剧界全体人士的积极的响应。很多旅居海外的优秀的青年演员呢，这次也回到上海参加我们这次盛大的汇演。对，气派花旦京剧将和郑江粤剧团的阮建荣合演《玉蜻蜓任子》。好，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
家员工，病你身体不善，不能奉陪，请家员工见谅。女婿还要少些百文，请赐他银故方便。病你久病不发，不能开门，请家员工回去吧。既是此，女婿告辞了。
38年来的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的2位演员张瑞红和吉玉英为大家表演的《梁祝回18》。张瑞红的表演淳朴活泼、清新自然，他的唱腔韵味醇厚，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感。他曾经获得全国戏曲演员广播专题大奖赛的1等奖。好，观众朋友，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回18》。家当堂
女。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浙江小百花乐剧团为大家表演的新编古装喜剧《红丝错》。这个故事呢是讲的姑娘张流花和公子薛春林相爱之后身怀有孕。善良的教书先生张秋仁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就把姑娘带回家中暂避一时，不料却蒙受了许多的冤屈。姑娘在张秋仁母亲的悉心照料下产下了一子，由此呢便发生了一桩抱错孙子错怪儿子的喜剧。那么在剧中扮演张秋仁的是范派小生方雪文，他的表演潇洒大方，唱腔淳朴感人，把人物的喜剧色彩刻画得可亲可爱。他曾经荣获浙江省戏曲明星奖。扮演张流花的是优秀的副派传人严佳，他曾经荣获第3届中国戏剧节优秀演员奖。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他们2位和于慧珍、何炯华共同表演的《红丝错》。我老太婆真是
媳妇在深深，媳妇眉毛三光银啊，身子我盼想娶人，牛姑姑要胖登登，天天问两月十来斤，从今为上下遇了腿白身，在中间靠身真，这真是那爱人之意爱人福，好心终于好报应啊！母亲，母亲，哎呀，许人啊，你回来噻！回来了。哎呀，媳妇哎，许人回来噻！哎呀，许人啊，来，许人啊，侬出门出去1个2个月，侬眼睛一睁，侬没去病啊，侬好做阿不家噻。先生啊，官人娘子，哦哟，那1、2个月不见面，那个就没生气来噻。起呀，轻轻捏捏讲2句。哎呀，侬起呀！莲花，你身子可好？多亏婆婆悉心照料，母子平安无事。这就好了，母亲辛苦了。哦哟，好生，辛苦的啥？自家的媳妇，自家的孙子，我老太婆啊，高兴都来不及。啊，母亲，孩儿买的2包桂圆，1包孝敬母亲，外语1包。哦哟，多谢绿花钱，不会，才儿进步更要紧啊！哎，启正啊，来，启正啊，快来抱抱侬自家的大朋友呢！自家的亲生儿子，外婆撒个难为进来。哎呀！先生啊，侬看小人像啥人啊？孩子真的十分秀丽，像他母亲。哎，我看啊，还是像侬啊。婆婆，我困的孩子早已发觉像娘娘。哎，我想讲啊，我老早就看出来了呀！来，媳妇啊，我做娘娘的婆婆圆嘟嘟，那孙子的婆婆还是圆嘟嘟的。媳妇啊，真是像娘娘，今世当门将，好不起。这个婆婆是否？哎，好个，哎，去的啦，来，走。先生啊，小人长得刚好，哎，这于娶个美人啊。这孩子不知该姓什么啊？真是混弄个头！侬姓啥？孩儿姓张。哎，侬姓张嘛？小人自然自然不顾。婆婆啊，让他好好想想嘛。是要好好的想一想。那连自家姓啥都不晓得在了，这真是混弄个头了。我去替他倒捏啥嘞？媳妇都让我去。哎呀，我去。哎，今朝啊，我上街去买点小菜来，要请客人啊。哦，吃红蛋菜。母亲，母亲，哎呀，母亲！
计还要冤枉我是口气黄连话难诉，老夫人一棒打得我满肚火，要发火难发火，自己的药神要保护，我是当我门牙肚里将把小姐打出府，回到家中天老母只好冒把做丈夫。去了，让我母子去谁吧。哎，这可万万顾不得，你参与许着不能惊风水火。哦，你好好歇歇，我就替你等一碗桂圆茶。先生，你好好歇歇。先生，我来。哎，你好好歇歇，好好歇歇。张先生。泪
妹妹，妹妹，弟弟，妹妹，弟弟，你是怎么来的？我跟着母亲去天运寺进香，已经第3天了，准备来看望妹妹。弟弟，你走啊！弟弟，你喝茶。弟弟可能回来。弟弟来今朝经常有事，一直未能回来。母亲还在生我的气。母亲整天诵经礼拜。弟弟，那么你也还好。妹妹，听说你生了个男孩。弟弟，你来看，长得真好啊。妹妹，你也胖了。弟弟，妹妹，张先生心里痛，你能与他结为康乐？不，弟弟，张先生也是在思念弟弟，思念我。那你与他，我与他过去的是真，至今晚之是真。那这孩子已先说不过，弟弟，你千万不要再用求张先生了。弟弟，你走，我去让先生出来，你们好好谈谈。不，妹妹，弟弟，你走。天哪！这孩子的母亲不是张先生，是我错怪了他，是我错怪了他。大小姐，张先生，哦，你请坐，你请坐，请坐，请坐啊！请喝茶，喝茶，喝茶，你坐，坐啊，坐。小妹到此都与讨上，这倒无妨。哎，你喝茶，喝茶呀！你张姐连累先生于心真哦。不，自家人不必教诲。大小姐，我张先生，切不知情操，实居皆生死。是我冤屈了你高风亮节待人最过的好恩师。大小姐，你是我对不起大小姐，只要你心里明白就好。你表儿可好？先生啊，谢公子去为公子上金榜，皇帝一定要被打，我与他素昧平生两迷茫，与恩师几番相逢在梦乡，怕只怕今宵一别难相见，必将就是真是大。先生啊，来找明月照何方，笑死一岁泪
自古自难全，孙子分从莫欺谎，我与你心情不怕分。母亲，侬做个好事，怎么了？余生从城里回来，是张家老爷刚刚回来，伊要到衙门里去告侬。啊，他告我什么？告侬刮骗张家二小姐啊！哎呀，母亲啊，你侬可是老夫人做个媒，明媒正娶，想不到侬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母亲啊！哎呀，想不到娘！婆婆，哎呀，想不到娘！我是万万没想到侬是被伊刮骗来的。哎呀，母亲啊，是我不，是黑儿不好，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好。咦，他们两个人都是有情有义，跟我老太婆是了，就是不配无心。哈，几算子，我个刮去人，我个刮女夫，我今个洗个头发，明媒正娶，张家来蒙台，我老太婆的要领的，母亲。哎呀，屈人啊！那么清我明明没反过西去，这是好好的的。母亲，这事情是万万办不得的。为啥？母亲啊，我们名为夫妻，尚为私生啊！啥叫所谓私生？我来问侬，这个小人是啥人生的？当我是黑儿所生。好啊，那小人是侬生的，小姐还让伊跟我到乡下来吃苦，跟侬为啥不是？哎呀，母亲啊，我是城里与户头，我是城里与乡下，我干不了。哎呀，母亲啊，我不知道，你这做啥？不该无年无月，要你背。
我们举办这样一次规模盛大的越剧汇演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想通过这样一次汇演来推出一批能够站得住脚的新剧目，同时也能够推出一批富有个性魅力的青年演员。我想呢，这个越剧艺术跟其他任何一门艺术一样，必须在很好的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能够不断的创新，不断的突破原有固有的这个模式，这样才能使越剧艺术生生不息，不断的繁荣发展。我们通过这次汇演也非常高兴地发现，一些年轻的流派传人已经成熟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那么接下来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2位优秀的青年演员吴素英、陈晴香还将再次登台为大家献演《窦娥冤斩娥》。陈晴香呢是师承吴小楼，曾经获得浙江省戏剧节的演员2等奖。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窦娥冤斩娥》一折。
见他年满骨气，又把惊空天。趁在当空，天气阴，你听。
披萨肚皮还过来做人。儿郎，婆婆这来与你见上最后一面。年头我渺渺有装仙去，再不能还你到8年，再不能与婆婆朝夕相伴，再不能与婆婆此情永枕，再不能与婆婆替她送饭，再不能与婆婆续婚温暖。从今儿帮婆婆结身边，永保安康，福寿绵绵。婆婆，我的好心儿为娘，梦日圆缺，无影成亲。儿为娘做事情，婚书就亲，儿子去，娘无有张万岁就来接，也无有为儿梳头扫字典，唯有这老人你们深深拜拜，从中他生
天哪！叫他一腔的血把饭接，母儿女晴空迎风起，一层层层云卷，却叫他落月地漫漫，冰花滚四面母三元。
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王派传人单养平和上海越剧院的郑国凤为大家演出孟丽君游上林一折。扮演孟丽君的是王派传人单养平，他已经跟我们的观众久违很多时间了。那么他的表演呢，细腻传神，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他的唱腔流畅简洁，善于抒发内心情感。好，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孟丽君游上林。啊
回眸流扫飞自上。
情非不义，这真的要生气了。来，愿公上等拜驾天相国，万岁！李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东方红韵越剧精英汇演今天的演出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演员们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表演。